台南有一栋公寓，为着不让人随便停车，就踩一块告示牌，写讲禁止停车，下骹搁附一撮英文，但是英文写唔对去咯。禁止停车的英文是 No Parking， 但是却写做 Not Park。Not Park 的意思是唔是猪肉。结果互警体讲，这块告示牌应该搬去清真寺。嘛有人怀疑这个业主是毋是得罪着设计师，才会舞这出闹气台。公寓社区出现一块告示牌啊，面顶有写禁止停车，毋过英文敢若怪怪。No Park。毋是猪肉，是要甲大家讲，即块毋是猪肉，还是讲叫住户卖食猪肉，和大家安尼雾煞煞。不吃猪肉是不是？当然是清真寺的餐厅啊，清真餐厅啊。养狗的猪不能跑进来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嘛。有人讲可能是业主得失到设计师，嘛人讲业主的英文爱搁加强，是讲禁止停车要安怎讲？英文老师即马甲你教。第一种是 no stopping。那就是你完全不可以停靠在那边。那第二种是 no standing，no standing 你是可以在那边接送你的乘客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很常见的 no parking， 好，那就是你不要停车在那边。那英文写唔对去，嘛有人将中文禁止写成算字，要有错写做酷，要三管错摆做伙。分手后写做稳稳足疼，恐惊才看心脏科，还佫有佫较经典的。渣男喷唔对去，一环变做4点火，各种写唔对字的情景，真正会互人爱笑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